在小倾盆雨中，闲来煮酒对与群同。谁料窗外风3、2、1，开始。沈先生，哎呀，对不起，我的信念感太差了。来，没事。沈先生，好尴尬。来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想笑。是不是想到皇帝的时候了？抽你！特意避免。好，走。我的意思叫完了，拉一下，我听咔一下。没有。哎，不拍我，不能播啊，不能播，不雅。都是节目效果。